大家好，我係千千，你哋嘅稅務導航員，一位專業嘅會計師。大家最近係咪都收到呢一封綠色嘅炸彈呢？其實你知唔知90% 嘅香港人報稅都做錯咗呢3樣嘢嘅呢？如果想知道，就記住睇埋落去啦。好啦，而家等千千我幫你拆解下呢一封綠色嘅炸彈，點樣報稅先係最穩陣、最安全，亦都唔會交多稅。我哋而家開始啦。每年稅季收到稅表，你會點做？你會選擇做呢個報稅新手，求其填啦，見到都頭痛啦，填完交咗佢咪算咯？定係做呢個報稅高手，仔細咁填，合法咁慳稅，一擊即中？其實報稅有3大常見嘅致命陷阱。第一個，漏報扣稅嘅項目，以為填完 MPF 就搞掂。第二個就係亂咁填收入，佣金被撈又搞唔清楚係啲乜。第三個，以為零收入唔使交稅，求其亂填咪得咯。如果你哋自動踩中任何一個，隨時會由稅一下變成稅唔着。常見嘅陷阱，第一個，你以為填完 MPF 就搞掂，你送緊錢俾稅局使啊！大佬，你漏咗成座金山啊！你有冇諗過你自己喺出邊讀 course 嘅學費可以扣稅，買嘅自願醫保都可以扣稅，買嘅年金、MPF 自願供款都可以扣稅。不如你仔細發掘下呢一啲合法扣稅嘅項目，如果唔係，就等於你自己自動放棄你嘅財富啦。好，等我嚟解釋下香港打工仔嘅4大扣稅常躉啦。強積金基本上香港個個打工仔都要俾㗎啦，其實上限有18000蚊嘅免稅額。第二個，個人進修開支，作為一個香港嘅專業打工仔，讀書進修向上爬呢個梗係必然㗎啦。其實我哋讀嘅課程、考試費用、專業學會嘅費用，通通都可以扣稅。記得查閱返邊啲課程可以係合法扣稅㗎。自願醫保每人上限係8000蚊港幣，係香港唯一可以扣稅嘅醫療保險。自願醫保嘅名單我都會擺返個 list 喺呢個 info box 入邊。自願強積金供款同延期年金上限每年6萬蚊。記得為自己未來儲蓄鋪路，亦都可以同時享受呢個稅務寬免。其實自願醫保最屈嘅地方係在於受保人數唔設上限。咁邊啲人先至係符合受保人啊？係納稅人本身嘅第一樣配偶，第二個佢嘅子女，第三個佢嘅父母或者配偶嘅父母，第四個佢嘅祖父母或者配偶嘅祖父母，第五個佢自己嘅兄弟姊妹或者配偶嘅兄弟姊妹。以最高17% 嘅稅率計算，每人每年最多可以慳成港幣1360蚊嘅稅款㗎。仲未買自願醫保，可以自去相關嘅網頁睇睇有冇合適嘅計劃俾自己啦。一來俾個保障自己，二來又可以慳多啲稅。千千，聽完你咁講，我好似扣漏咗啲稅喎，點算啊？其實稅局有一份表格叫做 IR831，只要你發現你喺過往6年曾經扣少咗某一啲稅，你填返呢份表格就可以開返個時光機，叫稅局幫你去查帳，攞返你屬於嘅錢㗎啦。常見陷阱2，你以為稅局唔知你有啲隱形收入，所以就唔報。稅局其實唔係傻㗎，除咗你嘅基本薪金、你嘅佣金同花紅、各項津貼、公司宿舍、暑期補習嘅秘撈，通通都要報稅㗎。如果隱瞞唔報，小心俾人當瞞稅處理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㗎。千千，
我係斜槓族啊，你知唔知我應該填咩稅表啊？咁首先，你睇下你自己係咪一個受薪嘅僱員，由根據僱員合約去出糧。如果係嘅話，你係屬於薪俸稅，你就根據你嘅個人免稅額同上述嘅4大神童去扣稅。如果你話我係一個 freelance 嚟㗎，或者一個自僱人士，我負責自己接案，咁你係屬於利得稅，你就可以扣除同業務有關嘅營運開支，例如買器材、居馬費等等。記住啊，唔同嘅類別都有唔同嘅扣法，填錯咗可能面臨稅局嘅查詢㗎，分清楚先好落筆啊。常見陷阱第3個，最危險嘅零收入幻覺。好多職場新人以為我人工得萬幾蚊，扣完基本免稅額乜都唔使交啦，其他位置求其填個0咪得咯。就算你最終需要交個稅款係0，但你都需要如實申報下你真實嘅收入可以扣稅嘅金額。亂填數字，稅局絕對有權告你提供虛假資料㗎。因為報稅表係一份具法律效力嘅文件嚟㗎，其實報稅又唔係做咩數學題，只係填份文件，最緊要誠實同埋準時交就可以㗎啦。有冇諗過亂填零嘅後果會有蝴蝶效應，將來仲會俾稅局請飲咖啡？因為你呢一刻可能真係唔需要交稅，求其亂填，稅局都唔會懷疑你。但將來你加咗人工，扣晒啲免稅額，需要交稅，但稅局系統發現你啲數據好奇怪，咁稅局就會請你飲咖啡，開 file 去查核㗎啦。所以認真去對待份稅表，可能今年一個隨意嘅謊言會成為你出年升職加人工嘅定時炸彈㗎。好啦，知道最容易犯錯嘅地方，記得填稅表嘅時候對好公司俾你嘅 IR56B 表格。如果覺得同你心目中嘅數目字有出入，記得同公司查詢返啊。扣晒應可以扣嘅免稅額，再準時誠實去填返份稅表。恭喜你啊！你已經掌握咗香港打工仔最基本嘅生存法門啦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先。如果大家對稅務知識有興趣，希望大家能夠 subscribe 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